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桃园最近不三时都咧停电，早暗时阁有3000外户失电，因为这半个月来拢总停20外届啊。电力供应的问题是引起讨论。即阵核实的董事长董子贤已经表态，讲支持核一厂甲核三厂要继续放。不过台电表示，桃园最近常常咧停电，是因为设备旧啊。若核电敢要继续放，会尊重民意甲政策。初五暗，桃园街路规个乌酥酥，即村路顶一寡光线，因为桃园地区搁停电啊。包括捌着大溪平镇有3205户捌无电通用。顶日就有媒体做调查，发现有57个民众停电价吊起，也毋过有达到60%民众搁较烦恼欠电还是跳电。现在还没到高峰的时候就这样，蛮危险的。最好是他有计划性的做啊。并不是说我这里坏了才去修。讲到跳电，最近上感觉困扰的，恐惊就是桃园地区的民众。初五，敢若桃园龟山甲18林口有6627户停电，原因是地下电缆故障。初四是桃园、大园甲中立地区约2800户停电。初三伫中立的环北甲幸福路有约5000户停电，原因是架空电缆故障。不少桃园人拢想要问，什么时阵才会袂搁停电呢？我们其实都在加速这个区域性的这个所谓的地区馈线的自动化建制，也会盘点它的设备的这个相关的线路的配置跟人力的资源。对欠电甲电价议题，核实董事长董子贤上节目表示，因主张核2、核3研议，另外各将核1甲核4增上芬兰上新的技术 OL3 反应炉，对当为台湾带来3成核电，平均电价也会降低3成。核2、核3一起研议，那对于全台的供电稳定都会有帮助。更何况现在核电的每度电发电成本，根据台电最新的官网资料，只有1.1元，对于电价的涨幅至少可以获得有效的抑制。核31号机7月就要除役，2号机明年除役，供电稳有几率继续升悬。加上最近真侪县市拢有停电的状况，传出经济部处长詹文生5日空了后正式接任台电董事长，安怎降低停电率会加做考验？记者综合报道。